Hello，呢度係硬頸跑馬雀，今日嚟個清庫存大行動，6集長視頻奉上，睇完咗嘅記得評論區打個1講我聽。點講都好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先更加有動力更新啊！好啦，睇翻第一鋪，暫時係一砍牌都冇嘅。咁樣就再入一張有呼叫，對家已經碰咗1萬啦，拆咗佢等碰個叫糊咯。OK， 叫糊。留翻個1筒俾我好喎，好在摸到4筒，中8個。第二鋪呢個牌好似同上一鋪嘅起手牌差唔多咋。降牌都睇錯，係咪想降1索啊？呢個筒子真係 call 撈嘢啊！咁我留住唔打咯。果然留翻個4筒係有用噶，先唔好理3筒仲有冇先，起碼依家有呼叫啊嘛。萬一等陣我摸個紅中呢？咁肯定要轉叫5筒噶啦。上家輸出全靠嗌噶，果然係紅中搞掂，中4個。連住嘅第3鋪都要係自己打色先靚啊！唔怪得下家唔捨得放手啦，紅中嚟噶。打8筒就淨係叫4、7、9筒，打6筒就叫4、7、8、9筒。其實打5筒都得嘅，因為我哋仲興7對。不過7對係冇得翻倍嘅，而且我踩咗7對個氹好多次，所以唔係非必要嘅情況下，我唔會叫7對嘅。有得碰直接飛紅中加倍。哦吼，原來唔碰9筒都可以食噶。唔轉啊！佢哋都唔要3索，我要。上家諗定打乜嘢未啊？上碰下字幕，中6個，翻倍之後每加14分。第4鋪，依家就等碰個叫糊。摸到4筒就叫糊啦，正經啲叫個4、7萬啦。
選擇正確，中5個，第5鋪。呢個起手牌正啊！直接叫胡，14筒仲有500萬。唔係呢個5啊！有人喐牌啦，我應該下一圈可以食糊啦。應該係再下一圈。終於摸到啦，中9個，嚟到今日嘅最後一鋪，唯一一鋪係起手冇紅中嘅。已經一碰一叫啦，哇塞，直接叫胡。咁早肯定要碰咗跑馬噶啦，叫返6、9索啦。唔係啊嘛，我2個7索咯喎，咁都俾我摸到第3個。頭先打9索嗰陣都冇人要，我要堅持。點解尾牌唔係紅中嚟嘅？上家返嚟未啊？我食糊啦，中6個。